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18，旧历的2月初6，礼拜四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台中2半暝4点外发生着死亡的车祸，一台免入的冲红灯弄着一台车顶直驶的超商的货车，这个货车互弄一个反弹器，挡风玻璃弄破。坐伫个副驾驶座的这个货车驾驶22岁女朋友，可能是无下安全带，害出的车祸，这个车外重伤来死亡。那货车的驾驶是受到轻伤，这个免入车的驾驶弄死人了后，竟然是请弹的作为来绕跑。警方已经掌握到身份，当积极咧找人。透早4点外，超商货车经过12路口，和弄红灯的免入车为北路边弄落，免入车冲百几公车才停落来。这个货车被弄着了后，冲出镜头外，并且倒瘫痪。就听得嘣，很大声，很夸张，车速相当快哦，超级快。货车被弄甲变过物件，落甲满世界。赛车是一个43岁姓林的驾驶受到轻伤，一个副驾驶座的是伊22岁女朋友，人弄破震动的玻璃，害出车外，急救嘛无效。男女朋友吧，做蛮久了，蛮多年了。依照警方调查，货车司机是彰化人，伫连锁超商做货车司机，当时是要去超商收货。死者是平湖人，无透露是上陪男朋友做去上班，想要到和弄红灯轿车弄一个无命。查看里面的安全带是还完整哦，所以有的疑似是没有系安全带，所以又会喷回出去。这台免罪，佫伫车祸现场，车头都弄坏了，驾驶车帮的做移走。也请他的太太来拨电话啊，请车主啊。尽速的到案来做说明哈，但是他太太表示说，他打了好多通的电话，车主都没有接哈。警方已经知影驾驶的身份，并且派员警去伫台中大雅伊的户籍地找人，了解当时是安怎要弄红灯，是疲劳驾驶还是有啉酒，拢要等驾驶到案了后才有法度了解。